漩涡。当我还在最终的时候，你救赎我。我被世界厌弃的时候，你却拥抱我，深深爱我，完全的接纳我。主，我愿意，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生命，用我一生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愿意放下一切，单单跟随你，你是我永恒的唯一。当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已拣选我。当我还在最终的时候，你救赎我。我被世界厌弃的时候，你却拥抱我，深深爱我，完全的接纳我。主，我愿意，每分每秒沐浴在你爱里，你的话语触摸我的心。主，我愿意，全然相信，顺服你带领，献上自己，完全属于你。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115年1月7，咱所要读的圣经节是《申命记》4章1节到24节，主题是上帝讲话，人听话。劝勉以色列人，当我教示恁的规例甲命令，恁着听受遵趁，恁才会活进入上主，恁列祖的上帝赏赐予恁的地，承接做产业。我吩咐恁的话，就是上主恁的上帝的命令，着遵守，毋通加添，嘛毋通减少。上主因为巴黎比拟的代志所做的事，恁有亲目看到，所有拜比拟的神明巴黎的人，上主恁的上帝拢将因对恁中间除灭。只有恁这的忠诚跟对上主恁的上帝的人，今仔日拢还阁活着，恁着会记得，我有照上主我的上帝的吩咐，将规例甲命令教示恁，互恁伫要入去承接做产业的地遵行，所以恁着切实遵行。安尼恁就会伫列国面前显出恁的智慧聪明。因一个听到这个所有的规例，就会讲，这个伟大的国家的人民真正是有智慧聪明。有倒一个大国的神明甲伊的人民亲近，亲像上主咱的上帝甲咱遮尔亲近，互咱通随时求叫伊。有倒一个大国有公正的规例甲命令，亲像我今仔日传互恁的律法安尼。对着第1节甲第8节，咱通看去，
遵行上帝的律例，当互人得到性命甲智慧，听通搁去遵行上帝的诫命，才会当存活进入永远的所在。毋通加添，也是减少上帝的话。遵行律法会当互百姓伫列国中显出智慧甲聪明。上帝的话带来性命甲见证。听通上帝的话会当互咱专一敬拜神，记录上帝的作为。每工读一段经文，每工一个祈祷，听了咱就实际去行。饶赦人，关心人，有信心，有力量来面对工作。伫做决定的时阵，先问上帝的意思是毋是合伫上帝的旨意。咱过来读第9节甲14节。第9节，所以着谨慎，嘛着确实保守恁的心，才免袂记伫恁亲目看到的代志，才免这个代志伫恁活着的时离开恁的心，嘛着用这个教示恁的行行顺顺。恁伫何里山徛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，迄日上主对我讲：你甲我召集人民，我要互因听见我的话，互因活伫世间的日，通学习敬畏我，搁假使因的后代。迄时恁拢跟我来，我伫山骹，山内有火焰窜到天顶，搁有乌云搭伊。上主伫火焰中对因讲话，恁有听见讲话的声，毋过无看到什么形象，只有声尔。因将命令恁着守的约指示恁，就是10条诫，搁写伫2块石板。迄时上主搁吩咐我将规例甲命令教示恁，互恁伫要过去得到做产业的地遵行。好，对第9节甲14节，咱通看见爱谨慎记牢上帝的作为，世世代代爱传承信仰，爱谨慎爱保守咱的心灵，毋通袂记亲眼所看见的事。爱将上帝的作为教导咱的儿女甲子孙，回顾何里山、西奈山，上帝甲百姓立约的经历，爱会记得稳定传承信仰，将记录稳定，将上帝帮助的代志写落来，向厝内也是囡仔分享信仰的故事，互信仰毋但是伫教会，还佫会当行伫咱生活中所拄着，无论是工作，也是咱所拄着的人，咱爱常常感谢，无埋怨，无冷淡，记录稳定，每工咱来有信心甲愿望。咱做伙佫来读15节甲20节，禁止拜偶像。第15节，恁着特别谨慎，因为上主恁何里山对火中甲恁讲话迄时，恁拢无看到什么形象，所以恁毋通对路为家己做任何形状的偶像，无论是男是女，地上的走兽，也是空中的飞鸟，地上得数的动物，也是水中的鱼类，拢毋通做因的像。恁抬头看到天顶的日月星辰，嘛毋通受引诱敬拜服侍因，因为这个拢是上主恁的上帝为着天下万民摆设的天体。毋过上主将恁对主体的火炉埃及解救出来，做伊的子民，伊的产业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对着15节甲20节，咱通看见，毋通制作偶像，专一敬拜看袂到的上帝。
上帝无用形象，也毋通为伊做任何形象，毋通敬拜受造的物，亲像人、野兽、天上有日、月、星辰。以色列人是神对火炉中拯救出来的产业，所以伊嘛会当看见伊是敬拜独一的真神的上帝。好，咱再来读第21节甲24节。上主阁因为恁的缘故，对我生气入誓，毋互我过约旦河，嘛毋互我进入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好土地，我就死伫遮，袂当过约旦河。毋过恁会过去占领迄个好的地，恁着谨慎，才免恁袂记得上主恁的上帝，甲恁立的约，违背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为家己雕刻任何形状的偶像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吞灭的火，是要求专情服侍伊的上帝。对第20甲24节，咱头看见神是这道邪的神，提醒百姓要持守圣洁。摩西用伊家己本身的经历，提醒百姓神的公义甲严肃，警告百姓毋通偏离上帝的约。上帝是烈火，是这道邪的神，对神爱敬畏。对伫顶头安尼刚刚所讲的圣经节，咱头看见，伫咱的生活中，咱有侪侪偶像，亲像金钱、名利、权利，拢捆绑着咱。咱若无遮的物件，咱更感觉会当来信靠主吗？所以咱爱将咱的性命同重要的位置留互上帝。咱爱听从上帝的话，记牢上帝的恩典，专一来敬拜、敬畏上帝。咱做伙同齐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毋但用着听你的话，搁较愿意用去行，记录你的恩典，专心来跟对你，互阮的生活见证你是搁真搁活的神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喜乐满溢，因你充满我心，是你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不住赞美你奇妙恩典。我愿用我一生来追随，主，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生命，用我一生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愿意放下一切，单单跟随你。你是我永恒的唯一。主，我愿意每分每秒沐浴在你爱里，你的话语触摸我的心。主，我愿意全然相信，顺服你带领，献上自己，完全属于你，献上自己，完全属于你。